他到香港南前方向嘅高速公路等过，从门南北至东至东，又山又风嘅太土了，出上海至毛至木嘅天然土肉，多年前流过去。杜福建建内认真停下嘅土料为主嘅46座土料建筑区，这部提出嘅空间形式，动杂了解建筑技术，涵动入历史老艺术价值。2008年青年，正式本年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做世界文化遗产。香港講到土料，就天朝嘅角度，就土料文為何嘅人體新材料。呢棟新材料呢，本年按照係土料風，專門嘅係啲燃料地位最大嘅喲。但係係啲取景嘅部分，就74公尺安裝哦。喺我哋一棟燃料呢，佢總強呢係做4隻通信燃所組成嘅，件數總共有4件。呢件數咪做得講係啲燃料地位係最多嘅。我這種嘅嘢專門研究體力，而且精通儀器，呢棟樓係根據人氧五含別掛九強。配合儀器在面，就設計不錯啊！但係一個大優勢就講啦，高器材、內視鏡上下384件，別掛反機場頭條。高器材、內視鏡上下400件，燃中燃片頭片，歷經重送300年，也成為新材料最實在嘅寫照。新材料對面充正元件，可以實現到情況型元件，經過半個世紀整起後。對高點看光下，層層貼貼嘅五色風雅，同排窗嘅空間設計，顯示出嚟土料優惠嘅氣勢。最方嘅世界由700浪沙帶嚟嘅，兩下使用45伏200浪沙嘞。後山上呢有很多以前是種茶葉的，很多的茶葉廠。那麼在以前的話呢，這個樓內住人最多的時候哈，這個樓東跟樓西的人哈，有時候呢住了2-3年還不認識整個樓裡面的人。土壤係到人田嘅出海土料區，係用5槽燃料、31槽風料組成，減散瓦水萬難係。其中2槽食品料至今為600年內，係人田顯著燃料地位年退最高嘅。香港日本嘅燃料是由視為供強料退，食品料是係用70年炸料退，本做冇通頭嘅70年炸大年。香港料退見風落槍，全係用殘模做嘅，小孔掉出，唔是用鐵彈嘅。而下嘅食品料是規劃做展覽室，做染入、氣球、老土料嘅歷史少嘅料到。時向都係山，數個3個東獎，呢度3個都嘅土料區未動入名。呢啲記者後背咧，重慶非常特別嘅土料呢，除係你非常有名嘅天樂巷土料區，喺我哋土料呢係用咧東岸日頭風料，還有順頭嘅時動燃料強下組成嘅哦。有人講呢，咧土料出場係第全山地位，佢到東江嘅日料美化，咪中間講啲看起來出場係時水之湯強咗。喺我哋5棟料地位呢，東岸嘅咧棟風料咪按到係普準料，佢係最早起嘅，除係啲咧清朝加前年呢，咪就係1796年嘅時間起嘅，到嚟下日有200年嘅歷史嘞。還有中間叫做步雲樓，唯一一座方形，在田螺坑裡面。基頓節台階是層層直上，是平步青雲，步步高升的意思。然後我們這邊為什麼叫田螺坑嗎？田螺坑，它是因為這邊本來這個位置是有一條溪，然後溪裡盛產田螺。閩南話的坑跟溪是一樣的，所以就叫做這邊叫田螺坑。住安家地位有流血切腹，有留巴東嘅客家嘅，哦，我不是講客家話，哦，客家方言。以下那嚟氣象機3萬翕，將土料將嘅欣賞翕下來。分布到福建、廣西、廣東3省各界所產嘅土料，大約有4萬啷槽，其中人田燃最集中有2萬啷槽，嗰類係南前山嘅1萬5000啷槽。香港對中央曬下來，為對方強頭落車嘅，佢哋歸家處強下大嘅土料。地盤先發功能採取，南部從上坡向入，風潮容易共艱難。土料唔但強係引起重現感情嘅精神堡壘，兩下香港變做珍貴嘅世界文化遺產。精緻嘅土料模型，彩體圖山。還有日到等一下嘅裝飾品，對宣傳世界文化遺產成功過後，土料公告日下出變到東受歡迎。今年咪利用機會，第7個部門後也係趕緊推順頭做生意。從田種到頭上，豬啊雞啊嘛咁嘛，但係呢想個頭路嚟做，
这个摆摊，这个自家土特产啊，陆陆续续很多游客来了，特别是周末的时候，肯定有翻了几百倍吧。以前讲人个3几百人家，500人是3000人都有。营业的。哎。啊，两下呢？压了3000人就跟着3000人了。一屬群公客看嚟到天路巷土樓圈嘅公建推，連夜冷之車起好，落期限為50個元人民幣，等於90個元台幣。連橋部嘅公安處未起做燃料嘅總額。李順強世界文化遺產嘅歌唱地圖，全天然每千條橋用嚟日2兩元人民幣，拆睇落土樓風貌停條嘅建築落貴臭富嘅，本土樓下超前。香港回到會發展公共，政府未將維持土樓嘅態度，重新搞大個。以前如果没土樓没成功，这边路也不会修得那么好。以前交通不便，大家也都很少出去外面啊，都困在山區里，都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到底怎麼樣。政府投咗好多錢去保護，把交通建好，又開發旅遊，然後把這個房子呢全部把佢維修好。土樓順強世界文化遺產選股，除了建築之外，香港重要嘅係土樓地圖研究人類嘅文化，香港人就係當中最重要嘅因素。本地地土樓嘅人，一下提提唔是搬走，不過為到去保護土樓，部分嘅居民肯係為細走。搬走啊，現在還沒有決定哦。現在還沒決定。談講南北會搬走嗎？要談講要200樓會搬走，唔係要1萬嘅。200樓會嘛？呢個同源線呢個放落，政府嘅係拿去用。也係做旅遊嘅規劃。個肯定係啊。政府講留講會係你哋搬走。冇，比較對旅遊有支持的人會留下來，一般會反對的人就會搬走。冇肯佢搬走嘅，唔會。佢嘅產權是永遠係佢嘅。不過，自從順強變做世界遺產，土樓當地嘅天天嘅消失嘅事實，實係冇辦法改變嘅。新嘅建築材料進來以後啊，佢用嘅東西，建樓比較方便嘛，所以土樓今日嘗試，今日上今呢個現代就冇建了。上個世紀80年代還有建土樓。中國也係有36座世界遺產，除了地方為到會增加收入，風勢健康利住開發，為世界遺產受到嚴重破壞。從係中家嘅老三公變流嚟到素材，除此認為高土開發，本世界遺產會讓會見過。福建土樓順強世界遺產選股變到當入名，年下來咧大同日前公共熱炒，不過回來係咪做啲上高土開發嘅名人，馬上未唔敢保住。可能嚟到係你嘅認為順強世界遺產選股當條嘅機密，原歸為好好上困難。